Hello，歡迎嚟到一起正教。問大家一個問題啊，屋企有冇試過一件事情，每隔一兩個月就會令到全家人開始神經緊張嘅呢？唔知大家有冇諗到，就係剪頭髮啦。出門口之前，孩子仲好地地去到 salon 門口就開始退後。當佢入到去披上嗰條圍布嘅時候，就會開始掙扎，甚至乎當呢一個電動鉸剪一開，聲音發出嗡嗡聲，孩子就會即刻推開、喊、扭計。最後爸爸媽媽同埋髮型師幾個大人一齊撳住佢，先至勉強完成一次剪頭髮。剪完之後，孩子又喊，我哋大人都會覺得好攰。如果呢個畫面你覺得好熟悉，我先想送俾你一句說話：孩子唔係唔合作，佢可能係太辛苦啦。辛苦，家長可能會覺得點會辛苦啊？佢都係坐定定啫。今日我想介紹一個概念，叫做觸覺防禦。有一啲 SEN 嘅孩子，尤其係 ASD 或者感官敏感嘅孩子，佢哋嘅大腦接收觸覺刺激嘅方式同我哋係好唔一樣㗎。我哋覺得啲頭髮碎剪咗落嚟之後跌落我哋條頸，只可能係會有少少痕，甚至乎我哋大人有陣時唔會覺得有啲咩嘅感覺，但係呢類型嘅孩子可能就會覺得似乎好似有啲蟲仔喺我啲皮膚上面爬咁啊，甚至會覺得有啲針吉下吉下吉住自己，覺得好唔舒服。再加上電動鉸剪嗰個嘅震動，嗰個嘅聲音，再加上陌生人呢個髮型師，因為唔係成日見噶嘛，佢去掂自己，甚至乎髮型屋嘅嘈雜嘅聲音，啲人行嚟行去，全部嘅刺激一次過湧入晒個自己大腦入面，結果孩子嘅神經系統就開始超出呢個負荷。呢一個就係我哋之前嗰幾集提及過嘅感官過載 （sensory overload）。當大腦進入保護模式，理性嘅思考就會暫時離線。所以孩子唔係故意扭計，佢只係用自己唯一嘅方法去保護自己。知道真正原因之後，我哋就唔需要再硬碰硬。今日介紹大家一個好實用嘅方法，勇氣階梯。心理學有一個概念叫做循序漸進步路。我哋唔需要一步到位，而係將困難拆細，每次成功一小步。例如第一次去髮型屋，目標唔係要完成剪頭髮，而係成功行入去。第二次坐上張凳嗰度1分鐘，第三次披上嗰條圍布，第四次試下剪一兩下，第五次慢慢增加時間。每一次嘅成功都值得鼓勵，因為孩子建立嘅唔單止係剪頭髮嘅能力，而係原來我都做得到。你都可以喺屋企先玩下呢個剪頭髮故事嘅劇場，幫公仔剪頭髮，運用美勞手工剪一條長條，請孩子模擬剪頭髮嘅過程，甚至乎係俾孩子做髮型師。當孩子先掌握到成個流程，真正去到髮型屋嘅時候，嗰種未知就變成已經知道啦，恐懼自然會降低。如果可以，亦都不妨提前同髮型師溝通，例如首先唔好用電嘅鉸剪先啦，剪嘅時間可唔可以短啲啊？中途俾佢休息一下，或者俾孩子帶埋熟悉嘅減壓玩具去。記住，我哋唔係要降低標準，而係減低焦慮。最後想送俾大家一句說話：真正嘅勇氣唔係完全冇恐懼，而係有人陪伴，
仍然願意踏出下一步。對於 SEN 孩子嚟講，每一次願意再入去髮型屋，已經係一次嘅進步。所以下次剪頭髮之前，唔好只係準備剪刀，我哋更加要準備嘅係耐性、陪伴、理解。當孩子知道即使自己好驚，爸爸媽媽仍然會陪住自己，呢一份安全感先至係幫助佢成長最重要嘅力量。如果你身邊都有一位每次帶孩子剪頭髮都好辛苦嘅家長，不妨將今集分享俾佢。有時一句嘅理解已經可以減少好多嘅自責。多謝你收聽今日嘅一起正教。記住，理解孩子而唔係控制孩子。我哋下一集見啦。温和而坚定，爱不是放任，先连接再找陪你成长的旅程。目光里有信任，话语中有分寸，在理解的港湾，我们并肩启程。当风雨来临，当脚步不稳，我会伸出双手给你安慰。爱是温和而坚定，每一步都陪你前行，用耐心编织的风景，见证生命的苏醒。爱是温和而坚定，在岁月中留下回忆，陪你写成长的诗句，直到未来的天晴。接纳你的模样，尊重你的独特，在错误中学习，寻找自己的光泽，设定清晰界限，铺设安全边界，在自由的天空练习勇敢飞扬。当困惑缠绕，当世界喧闹，我会点亮灯塔，为你照耀。爱是温和而坚定，每一步都陪你前行，用耐心编织的风景，见证生命的苏醒。爱是温和而坚定，在岁月中留下回忆，陪你写成长的诗句，直到未来的天晴。爱是温和而坚定，每一步都陪你前行，用耐心编织的风景，见证生命的苏醒。爱是温和而坚定，在岁月中留下回忆，陪你写成长